凤年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，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。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死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本来已经8九不离十，而武帝城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，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。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。他很了不起，可这样的大局，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，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除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回忆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。但我和徐骁不一样，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，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。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，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
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脉，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，最好听不到，也不将就。没错，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。我还记得那时，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你见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遇伏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啊？江离不是棋子，就算没有江离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
提龙象，姐弟4个都到齐了。虽然不会武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难怪你要帮轩辕家，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路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。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，刀没丢吧？贼先擒王，两袖青蛇。什么是天命？过天门者，则可名驾人身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身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神。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凤年，还是不用做此事吧。凤年，去死吧！大黄金。
邓太阿加上李前辈接了一剑，1剑1剑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崇刚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大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他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即使你也一样，也是你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徐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
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转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。谁知道呢？回北凉。后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杀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我说的这些，您都理解了。而我，便是北凉王世子，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。如今我吃了您几个地瓜，来日，本世子必定重酬相谢，绝不相负。偷地瓜赔钱，别跑！放心，站着！一人，一人，站着！别跑！放下！给您自己一个机会，几个地瓜，换你此生大富大贵。给钱！我今日真没钱，没钱就是土贼！哎，给我站着！说了，我今日真没钱，我真是世子，种地瓜容易吗？我吃了几个地瓜，我不是不还，我将来会还给你的。给我站住！没钱就是没钱，该钱给钱也不是给钱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你想说什么？站住！我明白了，人在地瓜山。给我地瓜钱！老黄，我怎么不弄死你了？地瓜钱！好马，你比老黄仁义。你跑！我让你硬跑！你是破马，你是不是老黄亲生的你？不是，这样，你好。老黄，地瓜呢？你全吃了？哎呀，好撑啊！哎，少爷，你的地瓜呢？让人追上了，没挨打，把马赔给他了。又赔马。那家伙每次自己都能溜达回来。哎呀，还有你呀，老黄啊！你吃地瓜也不知道给我留点儿。没收住。少爷，你要是学了武功，那人家就追不上。就学。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饿了，找吃的。啊，少爷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少爷，黄，这儿有鱼。哇，是不是？我看见。少爷，抓到了！哎呦，这么大呢！可不，
这场特别难。好不容易有一条，你又给弄跑了。老黄，啊！哎，想吃肉吗？想啊！前方5里有座破庙，跟过来，给你肉吃。好嘞，去。大爷慢走。有军阵痕迹，不似普通马匪。你怎么看，少爷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咱还是绕着点吧。要躲你躲，我要吃肉。我也要吃肉。来，想吃肉，先听规矩，记住徐凤年这个名字。此人应该是锦衣华服，北上之路，都给我小心盯着。若有类似的，即刻回报。若是真的发现了呀，还有重赏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锦衣华服徐凤年。来，进庙，有让见你。我们要找的这徐凤年，是北凉王徐骁的嫡子。3年前，他离开北凉，游历天下。最近收到消息，说他要回北凉了。小人明白了。说来也巧，你倒是与这徐凤年年龄相仿。哦，那真是巧。反应这么迟钝，不会武功？小人要是会武功，能混成现在这样吗？你与他年龄相仿，总得试试。徐凤年会武功啊？徐骁的儿子不会武才怪。听见北凉王的名字，怎么一点都不怕？心里怕。直面马匪刀刃，神色如常，你这表现可不正常。我知道您不是马匪。不是马匪是什么？这面旗，我认得。那你倒说说看。这是西楚大起士的军旗。当年锦河一战，12万大起士全军覆没，西楚就此亡国。你怎还认得？我父亲让我不要忘了这枚旗。难道你也是楚人？大人莫非是大起士？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如今国亡族灭，
你我皆不过是一缕游魂罢了，哪儿还有什么名字？是啊，你我皆不过是一缕亡魂。别乱说话。怎么说呀？都是来杀我的。没事吧？以为我也是主人，领头的现在在里边哭呢。少爷呀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那么多话呀。你说你怎么不嫌碗也吃了？一撮盐，象气四溢，长力气。我离家了眼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他还知道收买乞丐，广布眼线，幸亏少爷我聪明。是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咱们那个马呀，到这会儿它应该自己已经回来了。那破马神出鬼没的，你管它干什么？赶快走，尽快回灵州。是。你看那是咱们的马吗？还真是，这家伙朝我们前头去了。坐下。别大声说话。到里了，薛凤年。徐凤年，对。徐凤年是一匹马呀！哎呦，太意外了，书上。哦，嘿，下来。年纪符合，也是往北走，很可能就是徐凤年。对，快去通知大人，咱们在这盯着。别动，别动啊！
六，那个人怎么办？他又不是我，说清楚就没事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少爷，看看对你学武也有好处。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。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姓徐？停下！问你话呢！路过，跟他们没关系。刚才厉害厉害。哎，你看那破马怎么还跟他走了？哎，老黄啊，你说这人男女的？我不是很有经验。你看他那脸型像不像狐狸？他也是往北。徐凤年的画像刚送来的。徐凤年，哎，哎，请留步。哎，别误会啊，我们也是顺路。我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。一会儿万一后边再有人追过来，你跟他说出你的名字就没事了，除非你也姓徐，明白了吗？反正我说过了，咱们走。哦。等会儿，我再试试。
什么破马，服了我都。3年了，这马也老了，走不走看心情。要我说啊，这破马就是你亲生儿子，老有后啊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这。大人，又见面了。徐凤年找着了。你就是徐骁的儿子。大人跟我说笑。这画昨天还没有呢，刚送到，也是你命数该绝。哪儿来的？徐子旗下35万铁骑，想要你命的，总会有几个。北凉军中送来的。徐凤年，亡国之恨，今日拿你人头祭奠。西楚灭亡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童，并未参战啊。是。徐骁杀敌无数。号称世间人屠，父债子偿，要怪，就怪你投错了胎吧。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！这可不是。怕？有可能。那么多废话。老黄只是一介马夫，跟徐骁没关。徐家的马夫也该死。老黄快走。大人，能不能给个机会？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，我也想杀徐骁。嗯，我出钱买自己的命，只要能救我，价码你开。我告诉你。徐骁我当然会杀，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杀光斩尽，毁去他一切希望。怂人就是借口多，找死！阁下是谁？徐骁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你是北凉王世子。我洗干净了，挺贵气的。徐骁凶残，乃天下之敌。阁下今日若让开路，算我等欠你人情。我救你命，让我静听朝廷。可以。你们先走。阁下可想清楚了，此事本与你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们，全给我杀了！坏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随便。哎，老黄啊，你看他像不像狐狸？脸白手也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白虎脸呗。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。
你真是徐骁的儿子？等你送我回了灵州，咱们进了北凉王府，你不就知道真假了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以后我就这么叫你。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啊？刚才没看见你拔双刀。他们不配见我双刀。那什么样的人配见你双刀啊？诸位，吃吗？啊，你为什么要去清朝廷啊？徐骁马踏江湖，听朝廷收集了天下武技。你这武功已经这么高了，还要秘籍干什么？还不够。那你想练成什么样啊？别动。吃瓜。又是他们，全躺在上面了，一时半刻动不了。就算不会武功，你也能轻而易举杀了他们。你希望我杀了他们？你自己决定吧。算了，让他们活着吧。不敢杀人？不是。徐骁灭了他们的国，他们恨徐骁，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。我又不是有毛病，非得把这恩怨往自己身上领。你爹是徐骁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干嘛？此刀名为秀东，长32寸，重10斤9两，钝锋朴拙，如世间道。此刀名为春雷，长2尺4寸，重1斤3两，吹毛断发，锐利无双，如人心毒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杀人就配见你双刀了？睡吧，我守夜。你们这些江湖人都这样吗？少爷先睡吧。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温华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？睡不着，要不老黄给少爷上首歌？行啊。老狗，老狗，你这翻来覆去就这2句啊？下没有。哎，行行，土里埋骨。哎呀，成天捧着个木匣子当宝贝，闹了半天是卖唱时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。哎。
你有话跟我说。连夜赶路回灵州，那他呢？人心难测。他要想杀我，一刀就够了，没必要救我。就怕他想杀的不是你。你是说他想混进王府杀徐骁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哎，他武功不是挺高吗？怎么咱们走他都发现不了啊？上一次那个黑店，咱们顺的蒙汗药，少爷你还记得吧？我给地瓜里边下了点料。老王，赶紧走，他没事他会醒过来的。走。小王爷，天凉了，回府吧。是啊，这王爷可还在找您呢。3年到，我哥要回来了，我要等他。还有一口，就剩一口了。啊。你这不是一口，你这是几滴好吗？少爷，这已经到了灵州的地界了啊，加把劲儿！哟嘿，走！不行不行啊，走了1夜了，去那酒摊歇会儿啊。北凉的味道，真香啊！小二，上酒来了。哎呀，二位客官，本店招牌杏花酒，1壶20钱，不贵，可也不便宜啊。你先记账，回头有人送来还打赏。记账，客官，您这酒还没喝呢就醉了。小本生意，概不赊欠。小二，给他们上酒，上最好的酒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眼看就要到灵州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谢谢你请我喝酒啊。香啊！老王，你干嘛什么都跟我讲？行，别撒了。这酒啊，就当是送你们上路。还有肉。之前约定还算不算？当然算。大哥，别打坏人家酒摊。给我杀了他！这是北凉。
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。哥。糟了，北凉铁骑。非要等到死绝了才肯放刀吗？北凉铁骑，非人力所能及，请守吧。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，见过世子。你下来。下马。天下没人敢拦在北凉战马之前。下来。我要你下马。宁将军。北凉军中有人把我的画像交到匪徒手上，将军知道吗？北凉军中绝无此等人。我只看到宁将军在冲杀我的朋友。宁某奉命接世子回府，拦路者即是违令。那若是我让你下马呢？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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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王爷。哥，怎么回事？咱们俩坐着聊。让哥好好看看，长大了。小王爷，末将是领着军令来接世子回府。我家黄蛮儿到了，哥累了，想回家了。那现在就回吧。不急，等咱们吃饱喝足了，一起回家。好。小二，上酒。